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连续9天哦，拢无本土病例咯。早起有88外万剂 BNT 疫苗送来台湾，半暝嘛900万剂莫德纳会送到位。抓本的5倍券，今仔早起9点开始领，有将近1200万人预约领券，偏向地区是交予派出所来处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特种部队加入战队已经伫台湾协训国军至少1周的时间咯。新闻一开始来看，咱今仔日国内无本土病例，有12个带病入境，1个人死亡，这嘛已经是连续9天拢无本土病例咯。另外，指挥中心嘛讲哦，华航副女机师的案例已经验出来是为着Delta变种病毒，也毋过甲咱国内6月份甲9月份本土的小位事件并无关系。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依然是这个零本土案例。那境外移入的部分有12例，死亡个案有1例。在这边也感谢我们台积电、鸿海跟慈济3个企业跟民间团体捐赠的第7批的 BNT， 那将近有88万9200万剂，那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我们第8批的采购的 Moderna 的疫苗。这一批总共有113万多剂，可能是在今天的深夜或是明天的清晨会抵达台湾。我们在 BNT 的第1剂能调整到45岁以上，那 A 粒的第2剂的部分，是第一个是7月22号以前已接种第1剂的18岁以上的民众，另外是7月30以前。已接种第1剂的54岁以上的民众。国际航空机师案16377它的病毒定序我们已经确认是 Delta 的变异株跟这个6月到9月这4起的事件的病毒序列都不相同所以已经可以排除说这个机师是跟先前的本土群聚有关联来看抓本的5倍券，今仔开始哦，就会当伫预定的超商、超市、药妆店领券哦。早起还未到9点，就有民众排队等要领。也毋过有超商的机器是无计算哦，民众用一段时间才领到券。经济部统计讲，目前预定要领抓本券的人数是有1193万人哦。头一梯是10月7日到10月21会当领。经济部嘛建议民众哦，毋免赶紧要伫头3天领，才袂人客人。将健保卡插入超商数目机，甩去市亚宾店馆进行5倍券。做了确诊无问题了后，摕小白单甲健保卡转去柜台领。第一摆抓本5倍券7月开始领，不少民众无到9点就到超商排队，领的过程是真顺利。早上其实没什么人，所以可以利用早上的时间来领取这个5倍券，还挺顺畅的，而且还蛮快速的，机器反应的蛮快的。我们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加强了就是冷冻生鲜的这一个区块，家电商品我们也都把它纳入了这一次的规划里头。不过各地领的人是愈来愈多，领券的数目机也开始塞车，有民众试几啊摆才领成功。台中也有民众见到有药的门市被走一抓。他会旋转几次吧，就领到了，还算 OK 啦。你怎么没有领啊？因为他要在指定的门市领取。这摆5倍券除了用伫超商领以外，伫官方网站有约民众用选择到超市领，业者就推出用1000块赚100块福利点，搁送大礼包的优惠来抢市场。我住附近啊，所以生鲜啊、日常用品我都可以用在这里。有一部分会花在卖场吧，因为可能有一些习惯性的消费。另外，去药妆店领5倍券的民众，除了会员点数可加码，也可买清送清，放大5倍效益。纸本券就是好像最高可以打到76折，还蛮多的。然后另外就是随便消费就有3000点的回馈，然后满1000又送1000，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还蛮优惠的。所以想说等一下可以帮家人买一些东西。5倍券官方网站甲超商的第一摆抓本领的时间是会10月7日到11日，逐工领的时间是伫早起9点到暗时10点。这摆预定抓本5倍券的总共有1193万人。民众若是要避开排列人潮甲减少等的时间，建议用过3天了后才去领。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花莲甲台东这两个县市，有部分的砖头无邮局甲超商哦，所以5倍券甲3倍券同款，拢交予当地派出所来发。而岛个南市伫早起8点哦，都民众单面领5倍券，警察佮专工去超商来看前看后，领到5倍券了后，民众是真欢喜哦。有一寡部落的购买店是讲哦，民众来使用5倍券，因会当来找钱。吹背一早起，花莲县万盈乡西林村的村干事用泰鲁国族语放送，请族人早正行去派出所领实体5倍券。枫林分局有3个派出所，一早起就点好数量，照名册分给民众。有人是代表一个会5个人来领，总共领25000。要买东西，卫生纸、肥皂粉、洗头发。我们凤里分局是整个都是1725份。台东县的偏乡，即个那金峰乡嘉南村无邮局也无超商，由金峰派出所代发5倍券。因为派出所顶一边代发3倍券，村民感觉真方便。这边5倍券有约的人数比3倍券加1倍，有667份。行动无方便的民众，警方也会送去厝的给因。有民众拄摕到，也唔知影安怎用。不知道能不能加油啊？对，现金比较实在。没办法找零钱啊！看有没有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我们就到府送达。有民众担心5倍券摕去杂货店买物件，敢会造钱？嘉南村一间杂货店的头家讲，摕5倍券来买会造钱。那现在因为是有200的跟1000的，这样子也会找？也是一样找啊，但是收差不多好几万，我不知道，我们在算。离岛的绿岛甲南苏，初步开始，当地超商会当领实体5倍券，警方也派警察介入。现场的秩序也真好，警方讲偏乡甲离岛的5倍券，伫这2天应该拢会领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中正大学一个姓吴的研究生哦，顶个月16翘倒摆向强昏倒，后来嘛发现讲伊亲像有血甲，人即马搁伫家护病房已经昏迷22天咯。因为这学生之前有做过高端疫苗，家属怀疑讲甲疫苗有关系，嘛指控讲政府佮厂商拢无在关心。高端这个疫苗啊，简直就是把人民当作白老鼠在试验，太可恶了！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政府有关单位连一通电话也没有打来关怀一下。我们这个判断就是因为希望公正客观，所以我们不是让一味来判断，我们是有一个审议小组，有相关的医学专家，他们一开始会鉴定完了之后，我们会开会一起讨论。其实这样子的流程跟国外比，我们不算长。学生的爸爸是对桃园去嘉义照顾囡仔，表示讲已经有向卫生福利部提出预防性的救济，也毋过进度是真慢，因为即马是无法度工作，生活嘛真困难。中正大学冇帮学生设一个募款的口罩，立委是要求卫福部要赶紧来调查这件严重不良反应的事件。咱再来看帛琉的总统惠树林昨出席驻帛琉大使馆举行的相识酒会，宣布讲帛琉认可咱台湾本土研发的高端疫苗，有做过2剂高端疫苗的人入境帛琉唔免隔离哦。看好员工的商机哦，华航的帛琉班机12月底进前的机位，即马拢会当预定咯。台湾帛琉旅游泡泡2.08个开始复航，帛琉方面搁再对台湾放出利多。照帛琉目前入境的规划，要做过2期有放射满14天，而且旅客所做的疫苗，就要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或者是世卫组织承认的疫苗。帛琉总统亲自宣布认可台湾生产的高端疫苗，自即马开始做过2期高端疫苗，而且满14天的旅客，去帛琉会当唔免隔离。帛琉政府已经颁布新的卫生法令，正式将我国的高端疫苗与其他获得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所认证的疫苗，同时列为帛琉所承认的疫苗。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目前台湾有超过51万的民众做过2期高端疫苗。旅游业者讲，真欢喜看到帛琉上新的入境措施，因为伫过去确实因为有
注高端疫苗想要去保留省，却因为迄当阵高端疫苗也无互保留人口，要安怎放弃的旅客？我们也收过有大概1家10口，那希望去旅游，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他们是只打了高端的疫苗，不适用当时开放的政策，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政策出来，我们很看好，已经打过高端疫苗的旅客也可以加入这个旅游市场。根据旅游平台的消息，保留自由行的大数据显示，去保留的旅客年龄层正宽，自3岁到90岁拢有。第8个保留自由行的机会一开始卖就规拢卖了了，9月要超过8成的载客率。业者计划针对做过2期高端疫苗的旅客有加码优惠，希望会当继续维持保留旅游泡泡的热度。记者综合报道。国产疫苗联合生技无通过食药署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 哦，联合生技即马准备要提出愈发侪科学证据，希望拼讲今年年底会使重新上市哦。另外，咱国买的113万剂莫德纳疫苗已经对美国起飞了，今仔半暝到明仔载透早就会送来到台湾。另外，阁有第7批 BNT 疫苗，伫今仔透早嘛已经送到位了。莫德纳甲 BNT 疫苗陆续来台湾，咱家己买110万剂莫德纳疫苗，7月早起已经为美国起飞。另外，由鸿海英灵、台积电甲自制电企业民间团体买所管的 BNT 疫苗100多万剂，透早5点外已经到货，后续会做风险检验，搁互民众来做。在国产疫苗部分，除了高端已经通过国内紧急使用授权 EUA， 联合生技也要搁提出有利的科学证据，要拼第2摆 EUA 的审查。其中，联合主张疫苗有病毒免疫记忆的功能，那病毒入侵的时阵，能精准消灭病毒。我们证明了这个免疫记忆性，一旦打了疫苗之后，被感染的时候，它就可以唤起很强的这个免疫记忆性来攻击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联合生技表示，最近委托中央院做的研究发现，计8到10个月，各做第3期，抗体力计有4000倍左右，上升的幅度37倍，胜过 Novavax、莫德纳甲 BNT。显示联合疫苗能伫人体维持较久的免疫记忆，而且对抗Delta印度变异株也真有效。不过，无代表一定要做到第3期。不管是变种病毒，或者是维持身体里面的这个抗体力价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长期免疫保护性的。因为联合疫苗伫小数第1摆 EUA 审查当中，中和抗体效果不如 AZ， 而且用比对的是相关系的武汉病毒株，最后是失败未当通过。所以联合先去强调，后续会甲卫福部小数沟通调整 EUA 的审查条件，希望伫年底进前能正式上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审查基本工资，大卖场家乐福的员工嘛去现场发声，因讲伫疫情期间，头家趁真济，员工是真无用，也毋过因拢只领基本的工资。劳工团体是主张讲，明年的基本工资应该至少起10%。也毋过，资方代表表示讲，伫疫情期间，中小企业的经营真困难，劳工就爱体谅头家，所以明年基本工资应该暂时卖起。疫情期间，卖场超市的民生用品较袂着，就互民众扫了了。家乐福员工形容企业趁钱趁甲手软，收钱的人、理货人是无用甲骹软。不过悲哀是，因的薪水一直是甲法定基本工资行。疫情的期间，但是我们还是大赚。那我们赚的钱，公司都没有对到这些员工，根本都没有对等的，没有对价。老板拿钱拿得手软，我们是做事做到腿软，手会软。现在物价又上涨这么高，根本真的是很可耻啦。基本工资审议7月早起举行家乐福顶工会，到庭外关心，因为110年一个月薪水2万4，时薪160，起幅度是蔡政府从前以来上低。所以，劳团特别主张，每年工资应该起5%到10%，互一个月薪水应超过2万6。如果在3%以上，我认为政府就干脆不要调了。3%觉得很羞辱劳工，是羞辱劳工。以我们的立场，我们是希望今年继续动涨，希望说劳工能够陪同我们一起，能够共度这个难关。劳资立场无同，资方代表认为，在疫情期间，工资应该未当起，若无企业会无法度经营落去。
不过，劳动部长柯明春切第二院指出，至少会有3%的起的幅度。劳资双方是不是会较失望呢？就等审议会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戴无莫德纳疫苗第二剂通注，也毋过却传出讲台北绑架一间诊所，讲注一剂莫德纳6000块。这间诊所早起嘛出面表示讲，因调查发现讲，是一个头一届来诊所的病人排着驻村的疫苗，甲资格卖互别人，诊所是真冤枉哦。伊嘛已经甲这个病人的资料交予相关的单位处理了。绑架这间诊所外口有真侪民众排队买单的做疫苗。早起安排做 AZ 有放射第二期，真侪人伫咧现场等，抑个莫德纳疫苗会用做。也过民众伫咧网络顶讲，敢若是有一支6000块的计价，就会当买到莫德纳疫苗，直接伫咧诊所内面做。太贵了，有疫苗打就很好，不用选厂牌。那现在有的人连第一剂都还没有打，你还来赚这个黑金钱，我认为太恶劣了。根据民众表讲，有一位叫做 AJWU 的网友伫社群平台发文，讲会当提供莫德纳疫苗，一支是花到6000块，而且讲住的所在就是网架这间诊所。台北市卫生局根据资料，再去派人去这间诊所稽查，了解卖疫苗行为是毋是甲诊所有关系。诊所的负责人也出面发言咯，讲是病人私底下的行为甲诊所无关系，因也是受害者。他是第一次来登记残疾的，所以说他是什么样的来历，其实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好像造成是我们诊所在贩卖一样，我觉得这很不道德。详细的状况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哈，如果他有违反医疗或是相关的传染病防治法，我们就会依法处理。因为台北市开放70岁以上的是大人做莫德纳第二剂有放射，所以真侪人排队买抢存济。但是台北市卫生局强调，公费疫苗袂用私底下交易，规件案件目前伫咧调查中，暂时无法度以片面的消息判断是毋是违法，抑讲需要查证事情了，才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到昨为止已经核准42间 KTV 开放做生意了。台中的警方昨暗嘛执行扩大临检哦，看业者敢有做好防疫措施。台中市有184间 KTV， 市府依照防疫规范核准42间 KTV 的服务申请。台中市警局第6分局随即案针对辖区内服务的 KTV 临检，也特别加强防疫的宣导。不好意思，理解吗？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那个防疫措施，那全程都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除了喝水之后。那我们现在也不能喝酒哦。好，没有。这间真有名的酒店，其中几落层转型经营 KTV， 随即案对外开放，警方执行扩大临检，检查业者是毋是有做到食命制、清洁消毒、加防体温，每一间包厢拢检查宣导。我们特别利用今天的一个扩大临检机会，针对这些已经申请复业通过的是歌唱 KTV、自助式歌唱 KTV 来加强临检。那也要跟业者说，请他们遵守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的规定，不要以身试法。警方表示，会针对服务的8大行业等场所，持续规划临检，加强巡查。若是有发现违规，会随通报主管机关裁罚，相当会当撤销或者是停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的拉帕马火山已经喷发将近3礼拜哦，佮佮过去24点钟内底发生16届规模3.5以上的地震，机场嘛因为雾雾关起来哦。科学家是表示讲，目前是无法度来按算讲火山当时会停止喷发。加那利群岛的拉帕马岛火山随即案继续喷发，熔岩喷到天顶，乌烟一直冲出来。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讲，火山喷发的情形正稳定。伫过去24点钟，过记录到几落遍地震，其中一边的规模到4.3。伫岛顶头的机场，因为烟伤高关起来，这是自从火山爆发以来第2遍。No sé si lo van a cancelar y no sé si debería de pensar en posibilidades como coger el barco a Tenerife o no y quería venir a preguntar, pero están cerrados. 研究人员讲，火山喷发所落来会安怎发展，也阁真歹讲。只敢若知影情形真严重，火山的坠体结构已经放弃，流出来熔岩愈来愈多。国家安全部门的资料讲，有超过1000多熔岩涵过去的土地面积超过422公顷。
牵出一条长差不多6.3公里、上宽超过1公里，一个上悬25公尺的路径，流入去大海。一层一层贴起了，变做一块面积大约38公顷的三角洲，差不多是60个脚球场这么大。也有真侪金钟园拢火花去，金钟是老帕马岛重要的经济作物，全岛的金钟产量有1/3拢完全火花去，损失真严重。规个岛的人口85000人，目前知影有超过1000栋厝被毁害，6000多人撤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辉瑞药厂伫昨宣布讲，已经正式向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来申请5岁到11岁族群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若需批准哦，伫今年的降温节左右，就当来帮这囡仔注预防针咯。You ready? 1, 2, 3, ready? All done. You did it. Was that bad? You did so well. 今年8岁塞巴斯汀顶个月2日以受试者身份注第2剂辉瑞 BNT 新冠病毒疫苗，参加是5到11岁族群的实验。伊第一剂是伫9月7日做的。李秀珍伊讲，若用帮助其他囡仔，伊愿意搁做第2剂，如今完成2剂。护理师当场表示以意为荣。I was kind of nervous at first, like any shot, basically. It did hurt when they put it in, but after about 2 days, the pain just like went away. They're not little adults, they're little humans, and we do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absolutely safe for them. But I will be overjoyed when it happens. 伫杜克大学医学院7岁，莉莉亚加5岁，布里吉特这对小姐妹仔做的时阵情绪真稳定，毋过布里吉特要求爸爸牵伊的手。辉瑞药厂初期表示，已经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5到11岁紧急使用授权。FDA 表示已经安排专家委员会伫6号开会检视资料。辉瑞 BNT 伫美国得到自16岁以上甲成年人的全面批准，12到15岁青少年已经伫紧急授权使用之下来做，即马做的年岁搁向下骹来扩大。美国伫8月开学季的时阵，因为囡仔也无疫苗援助，互确诊数暴增。再去因为冬天天气较寒，学校有较侪活动，或者是课程会伫室内。辉瑞的疫苗若是真紧得到批准，全美国2800万的囡仔几礼拜内就用做，对缓解刷入去可能出现疫情有帮助。芬兰初期暂停30岁以下男性做莫德纳疫苗，主要是根据相关报告发现心肌炎风险增加，也是真罕见的副作用。建议这族群的男性选择辉瑞 BNT。芬兰是伫瑞典甲丹麦伫初六有同款的建议了后，也加入做出这项决定。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玉山论坛今仔开幕，总统蔡英文甲澳洲前总理艾伯特出席致辞。针对台海安全，总统是强调讲，咱台湾绝对无想要军事对抗，办公会使甲厝边和平共存。艾伯特是批评中国军事威胁的行为，表示讲澳洲会甲美国共款支持台湾，嘛小听咱台湾家己 CPTPP。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是有写批来祝福，讲到咱台湾甲日本是重要伙伴甲朋友。第5届玉山论坛初8举行，主题是以润实力重启共同进步的一款优先议程。总统蔡英文、澳洲前总理艾伯特因嘛有来参加开会致辞，其中台海问题确实是关注的焦点。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台湾袂家己去找军事对抗，毋望会当甲厝边啊和平共处。Taiwan does no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t hopes for a peaceful, stable, predictabl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existence with its neighbors. 总统讲，台湾会致心和区域参与者来合作，防止东海、南海甲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甲近日伫个外交事务相会刊所写的专门内容差不多是要共。艾伯特嘛批评北京这款压霸的行为，相信美国未来激放放，也若澳洲嘛和民主伙伴做伙来支持台湾。That's why Taiwan's friends are so important now. To stress that Taiwan's future should be decided by its own people, and to let Beijing know that any attempt at coercion would have incalculable consequences.
艾伯特嘛重新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虽然中国嘛想要加入，不过因这款炒猪仔尾的经济行为正恶劣成功。日本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高屋圭司，伊嘛同款有提到讲，台湾都爱来加支持加入 CPTPP。基本的価値観を共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る台湾の TPP 参加支持を表明しています。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虽然讲无家己来参加这个会，不过伊还阁特别伫顶悬来致辞表达讲，对台湾甲论坛活动来表示支持甲祝福。安倍晋三强调讲，台湾和日本是小我大的重要朋友，而且台湾有实力甲意愿，会当替自由开放的印太做出真侪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讲美军的特种部队甲陆战队已经伫咱台湾协分国军至少一档。行政长苏贞昌今仔表示讲，真感谢有同款价值的国家来做伙拍拼。国防部嘛指出讲，任何国际合作拢真欢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嘛伫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讲，美国是真关心中国大陆破坏台海和平的行为，嘛强调讲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伫这群传出讲，美军有驻台协助训练国军，引起大家的注意。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讲，美军的特种部队甲陆战队至少秘密驻伫台湾1年，用轮调的方式分别协助训练陆军甲海军，象征台湾防止强军进犯。美国提振台湾的信心。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感谢同款价值的国家，希望大家做点努力。得道多助，我们始终就是用尽心力，保卫国家主权，保卫全国人民，维护区域和平。我们按照往例，我们都不予评论，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国际上，如果说，有人在台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表示欢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虽然甲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见面。关心中国对台行动，美国广播公司 BBC 网站随背用头条的方式刊出苏利文的专访。苏利文讲到两岸局势紧张，讲美国正关心有损台海和平的举动，无论伫咧公开或者是私底下，拢会挺台湾为台湾发声。对此，咱外交部表示感谢美国方面关心中国霸人的行为，甲重申对台湾的承诺。学者也分析讲，美军协助训练国军。在战略层面展现台美的互信，军事层面是让帮助国军迎迎经济总统。不止弹药，还有一些载具可以流通，还有基地的使用，甚至包括在战场上的直管的一些语言图资上，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效益。那现在可能更正式化、制度化，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也是欢迎的，不希望说这样子就是让中共去误判，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高度的这个挑衅。两岸继续对峙，政府将近1/4的经费是用在处理中共对台消耗战。在最近4年，向美国军购有到5356亿。李伟表示，政府袂当一直增加国防预算，应该透过谈判、外交等多元建设，降低台海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主管咱国内物价指数的主计长朱德明，昨日伫反映备询的时阵讲一碗蚵仔面线20块，洪批评讲伊是食米，唔知米价。也毋过伊今仔强调讲，伊只听到面线，无听到讲有蚵仔。行政院长苏贞昌是真肯定主计长的专业能力哦。另外，因为国际上车用的晶片一直在欠货，传出讲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提供机密的资料。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已经甲 AIT 沟通过了，强调讲若属问题牵涉机密，就唔免回答。疫情冲击国内民生经济，主管国内物价指数的主计长朱德明切伫法院备询的时阵讲，一碗蚵仔面线只要20块，互人批评食米唔知米价。切白透早，朱德明伫法院被问到的时阵强调，迄个时阵无听到蚵仔，只听到面线。行政长苏贞昌也出面为伊讲话。我没有听到那个蚵仔的2个字，我以为是只有面线。谢谢。主机长一定是不常吃蚵仔米线，所以对单一品项的价格不清楚。幸好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改天我会邀请他去吃蚵仔米线看看。
另外，车用晶片欠货问题也未解决。美国商务部长要求台积电、南韩、三星等半导体业者提供供应链的相关数据。面对外界质疑，经济部可能无法度保障台湾厂商的权益。经济部长王美花七日向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会面的时阵表达关切，佫一摆说明，确实问卷看着机密，唔免回答。也不是针对台湾的厂商，包括韩国甚至德国厂商都一样，都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问卷。厂商如果认为是商业机密的部分呢，当然厂商也可以不用填答。我们和美国的沟通管道非常顺畅，也了解这是对全球普遍性的，不是针对台湾，这也是自愿性的，没有强迫。苏贞昌强调，这是自愿性的，无强迫，会支持相关产业。王美花也强调，会将信息转达给厂商，厂商对安的方式也较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南的岸边有民众去运动所有互人用 BB 弹弹着，查出讲这嫌犯是一个27岁姓林的查甫人。这查甫人是讲因为厝内无空间，才会向外面来开枪。警方嘛伫个厝内找到空气灯枪11支佫有 BB 弹一袋等物品，嘛甲这查甫人依法上班。桌仔顶是刻满大大小小的枪支，敢若像真的，算算的总共有10支。这全部拢是改造的空气枪，全部拢是一名27岁林姓男子所有。历来心存犹豫的林姓男子是讲，因为厝内面无试弹的空间，因此就向窗外来弹，无想到拍到两名路人。警方协调了后，发现伊有嫌疑，前往查缉，嘛将伊逮捕。经勘查现场 BB 弹掉落位置及比对被害人证词，分析研判后，锁定林姓犯嫌涉嫌重大。遂检具相关事证，申请搜索票，查获离嫌到案。是在嘉丰社区，当地里长是表示，几点前社区清扫的时阵，其实就发现真侪 BB 弹，不过当时是无人受伤，无肯定身上，一直到近期有人受伤，反正有人秘伫黑暗处欣赏，代志是真严重，报警来处理。警方马上将嫌犯抓到案，还社区的安全。阮拢无法度，但是证据拢无报案。这一段时啊，迄落啦，我发生足多啦。就对这个恶质啦，无你嘛去较郊外，对不对？啊，万一不幸的被他射到了，就会受伤啊。对啊，都会怕啦。警方伫林南的住处，总共抄出来空气灯枪11支，其中嘛模仿国外真有名的枪支，当中有2支经过试弹，当场是贯穿鲁邦。初步认定是有杀伤力，嘛送刑事局检验确定，叶林南嘛按照伤害、恐吓公共安全、侵跑等罪嫌依送法办。记者王正云台报道。来看高雄市小港一间老人安养机构，有工作人员念老大人的面害头，做出一寡真粗鲁的动作，影片嘛，互铺伫网络顶头。早起，这间安养机构是无愿意回应媒体的采访社会局是表示讲，安养机构表示，因为老大人心情无介好，机构的员工是想要让老大人欢喜，也毋过这款动作确实是无好。社会局下晡嘛去机构来做调查。是大人坐伫轮椅照顾伊的工作人员，笑咧用手捏是大人的耳仔，另外一个人则是甲伊下颌担起来捏伊的鼻仔。是大人用手甲伊下开，对方说无停止。这转长1分外钟的影片出现伫爆料公社，嘛引起着讨论。这间安养机关伫高雄市小港区，对此业者无愿意回应，但是有共款甲厝内的人送到这间机关的人知影了后，非常的意外。这样不妥当啊！因为你照顾老人，你如果是在玩性的，应该是跟他开玩笑讲话的，不是用那个肢体上的去把他捉弄。民众讲，甲照顾者接触过，发现因拢算客气，想袂到发生这种代志。社会局表示，业者讲代志是发生伫6号，当时照顾员是为着要互心情歹的是大人欢喜，才做这种举动，但是无顾虑到因的意愿是无妥当的。从影片上看起来，其实长辈对拍摄这样的一个照顾方式其实是不舒服的。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会进入调查。因为民众反映到机关卫生无好，社会局表示下晡会派人去稽查，若业者查到有可是大人的代志，恐惊会罚3万到15万块，嘛要公告着机关的名。记者王刘婷、柯俊俊高雄报道。
桃园市新澳东宝园区的附近最近20天就有5只狗仔被毒死。有议员是讲东宝园区的地点真偏僻，要求市政府应该加设一寡路灯甲监视器。狗仔无喘气心跳，袂顶袂当倒伫路边，民众看到赶紧报警。桃园市新澳东宝园区附近20天以来，已经5只狗仔死亡，甚至有狗仔找5早起才被领养。主人无看好走去，下晡就互人发现尸体。主要的发生地点都在我们园区的后面，跟61快速道路之间的这个小路上。那边的话，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监视设备的地方。东宝处表示，狗仔是湖北龙休的肉毒死，也表示园区伤过偏僻，监视设备无够，虽然甲警方合作调监视器，继续查访附近的住户，有缘无特定的对象，已经派人加强巡逻，查看园区附近是不是也有毒物。很显然的，他在这几个角色中都扮演的不是很好，才造成这么多无辜的生命才消失。管区内有任何的一个缺失，不管是照明的不足、监视设备的不足，都要赶快的补齐，以免有再次的事情发生，却又还是找不到凶手。议员批评桃园加做毒狗天堂，要求动保处检讨缺失，也谴责毒狗的人设备透早也甲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初步规划会装7支到8支的路灯，除了增加照明，后续也增加监视器，避免这种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婚姻官家己无分化如通烧粪扫也毋过一天是产生成320吨的粪扫，拢爱拜托外县市到3工来处理。一当前婚姻官的环保局伫湖北有设一套零废弃资源化的系统，先做处理。环保署即马要搁补助婚姻官一套简单的移动式的系统明年中就当开始试运转咯。将粪扫集中送到湖北转运站，透过机器戴好喙，分类才转换做燃料。这套零废弃资源化系统伫1年前设置，会当将粪扫的35%到40%转换做燃料，而且废料控制伫17%以下，对婚姻官处理粪扫的问题真有帮助。我们每天处理量大概在100吨左右，然后虎尾这边它每周进场的垃圾量大概在300吨左右。那我们每周会把这些无尾进场这些垃圾处理掉，这样。婚姻官环保局表示，婚姻逐工产生的粪扫量大约320公吨，不过因为县内无分化路烧粪扫，除了台西、麦寮两乡由6轻协助，其他所在拢需要送到外县市处理。今麦环保署按补助6000万，搁建置一套检疫型刷档式的粪扫处理系统。设备可以如期在明年中如期来运转，到时候整个全量运转可以达到200吨再加上离岛工业区这边他们整个那个焚化炉的效能提升这个协助的量能也可以再加大一点。到时候我们积极的看看能不能在明年底整个达成云林县这个垃圾完全自主的这个处理能力。环保局表示，目前全县粪扫堆积量大约3万公吨。不过近期发现粪扫当中碸的量有增加，占粪扫量的3成，恐惊造成零废弃资源化系统的负担。呼吁民众要先把碸分类了后倒入去粪桶，才会较好做成有机材料。记者综合报道。2个香港科技大学生刘孝武甲周思涵最近伫一个国际做头奖的比赛分别是得到冠军甲亚军因为疫情伫线顶颁奖，刘孝武嘛提出国旗，互全世界拢看到台湾。Goes to Hali Liu to Taiwan. Congratulations! Yay! 一宣布冠军对台湾内的刘孝武虽提出国旗，画面一时间就传到全世界。非常的兴奋开心，因为毕竟要拿这个奖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台湾上一次在拿这个奖已经是2014年的事，希望说可以让台湾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见。2021年举行的全球创意大赏进前公布成绩，读香港科大化妆品应用系硕士2年的刘孝武，伫假含染的技术组年度新锐理发师来打败全球的选手，得到冠军。伊来自婚林的单亲家庭，靠阿嬷和阿母的支持，勇敢拼梦想。这届比赛以疫情做灵感，作品
品展现代表店前的朴实甲希望的黄色，得到评审的肯定。因为这次疫情，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就变得大家都很辛苦。那这样大家都很低潮的状态下，有这样一个新的消息，是开心的消息，让他们就是非常的开心。整个构图它都要事先设计过，然后再去做很多次的一个练习哈。那所以他在这次全球的比赛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们真的是替他高兴这样。新瑞理发师的第二名，同款也是咱台湾的周思涵，伊用天气做主题，制作出火烧云、阴云、雷云三种无同款的造型。伊的作品同款是互世界看见咱台湾的头毛设计师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学生拢上惊数学，台师大数学教育中心甲金钟奖的动画团队开发一套台湾原创的数学科普的动画，望讲会当来帮助学生囡仔产生对数学的兴趣。对魔术之神前往游戏的世界，严上每一群人拄着侪数学关卡，一个一关都要做一摆，达到纸顶面全部的天册。若天册毋拿一粒的时阵，是要安怎咧？你可以对着地图这样滑，2颗星星的位置重叠，就能一次踩到啦。找到点甲点之间的线去对拗，就会当达到全部的天册。原来这是国小6年到高中1年拢爱学的线对天、线对称。我们这影片里面当然不是要谈数学公式之类的，那你没有数学公式之类的东西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要从小孩子的自然的想法去激发他的思考，然后呢，看他怎么样去解决。抽象的数学要安怎转化做具体概念？台师大数学教育中心用这几档办理活动的时阵，学生操作的想法甲策略来做底底。若要变动画，就找金钟奖动画团队，考虑到故事性，佮找同一间学校电机系作家罗依伟来写剧本。孩子们在看数学常会看到这个表象上的一些数字大小，就决定是谁多谁少。可其实是要算比例。那这部分就是我们会把它铺陈在剧情里面去跟孩子去讨论。我们这边是尽最大的能力去消化他们的意见，转换成小朋友的语汇。透过走馆的动画去了解各中甲小学7大数学的核心概念，台师大数学教育中心认为，除了会当一步一步消透学生对数学的惊吓，更会当配合新课纲注重的数学素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咖啡是真出名，咱来看万金太武乡的乌拉鲁兹部落，伊嘛规划咖啡的体验课程是算来了解部落的咖啡产业。要平行的一起饮用一起干的好，不能掉一滴哦，掉一滴什么意思？再喝一次的意思哦。一群人做伙啉，这内底唔是酒，是咖啡。屏东万金太武乡的乌拉鲁兹部落，为着要推广因的咖啡，最近规划体验课程，让旅客感受到为产地国得阿定的过程。3个馆串联在一起，那就是有我们的技研中心，再来就是体验馆，然后还有我们的文化馆。然后搭配我们的展销中心，这4个其实是4个跟部落做结合，然后一起推广我们的屏东咖啡，还有我们屏东的文化，在地文化。啉过咖啡的人是真多，但是家己烘过咖啡的人无的确是真尼多。参加的民众真侪拢是头一摆体验，感觉是真新鲜。因也通伫这个过程内底了解地方产业的故事，佮有特色。很新奇啊，因为也是第一次用。所以是你要点入之后就可以关火了。会。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啊，然后也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部落是专门在用这个咖啡的这样子。我们喝那么简单，然后你要那边摇很久，然后真的不简单，然后会觉得以后会更珍惜说喝咖啡跟享受咖啡的那个感觉。透过产业交流，参与者通为课程内底了解无同的文化，未来园区会规划更较侪课程，甲地方的产业结合部落的文化，好来行销太武乡。记者综合报道。最近10档台湾近海的鱼仔是愈来愈少，嘛愈来愈细只。配合一群少年人望讲利用食食，互愈较侪人来重视海洋的飞机。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伫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配合关心这议题。平遥透早5-6点的车看鱼港，鱼船一只一只转来。船顶的鱼青主要是健乡较侪，伫这的鱼面当中出现一顶少年家，要来捡下杂仔，转去做鱼种的标本甲记录。
因即马咧经的鱼，就是要摕迄个较好的甜鱼客。若是甜鱼有身体有较上烧的，就是嘛属于迄下杂鱼的。啊，下杂鱼内底佫有就是毋是甜香的鱼，对因来讲就是这较是较无价值的鱼。偏湖的鱼种丰富，准讲是下早巴嘛有济珍贵的鱼种，但是因为市场介绍无好，这鱼毋是摕去做饲料，就是变落海嫩。面对一档过一档鱼青愈来愈少的情形，年年有村的少年家认为下早巴会当有新的运用，提升渔业资源的价值。大部分人会想讲，这就是乱无爱啊！我甲捡这转来，这也唔足奇怪。如果我今天把它开发成比较精美料理的部分，因为有些下杂鱼它很特殊哦，它很像丁香，丁香你小可煎者，还是用吹配蒜头的就好食。其实下杂鱼也是一样的概念。身为偏湖的少年家，变成看到咱这的鱼是愈食愈细，嘛愈来愈贵。伊认为咱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袂当伤量伤，年年有村，因希望会当推广下早巴做市场的代替鱼种。我会觉得海里面的鱼绝对是够大家吃，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对海洋比较好的那些海鲜，就包含是什么季节应该吃什么鱼，哪些数量比较多。如果越来越多人有这样子的意识，然后可以慢慢的去形成一个风气。食钓时食在地，细尾的泡卵的唔通掠，这是维护海洋资源久久长长的做法。年年有村认为食海产嘛是咱真重要的海洋文化，但是爱会晓经济，咱的未来才通年年拢有鱼通食。记者卢昌如、林建如偏湖县报道。来看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哦，是一个非洲坦桑尼亚72岁小说家古尔纳得奖。伊是住伫英国，用英文来写小说，嘛是一个文学教授哦。伊上出名的作品叫做《天堂》，获得过真侪欧美的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是认为讲，古尔纳的作品哦，让读者看到文化真多元的东非洲。书店的头家真欢喜，得到店内唯一的一本书伫咧庆祝。作者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来自非洲坦桑尼亚72岁小说家古尔纳。瑞典文学院初七公布，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是古尔纳，伊是史上第一位坦桑尼亚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第2位非洲黑人的得主。It was just amazing. It was overwhelming. I had no idea. But delighted. Millions of Europeans over centuries left their homes for precisely that reason and invaded the world for precisely that reason. 古尔纳讲到家己移民的经历，希望欧洲应该以同情心，唔是铁丝网仔来迎接移民。古尔纳1964年的时阵，以难民的身份来到英国，并以学生的身份定居伫咧英国，并且真侪知名的小说家甲文学教授。In his 10 novels, he has consistently and with great compassion penetrated the effects of colonialism in East Africa and its effects on the lives of uprooted and migrating individuals. I was kind of expecting this kind of theme on this kind of topic. I didn't really expect him since I don't really know about the author so much,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dig a little deeper. 伫古尔纳上有名的作品《天堂》，捌摕到几多项欧美的文学大奖。内容是讲非洲的传统伫咧欧洲殖民主义下慢慢腐化，也讲一位18岁查甫囡仔所拄到的悲惨的爱情故事。不过目前古尔纳的作品也无中文的翻译本，一那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自2006年大概就认为有可能会提奖，不过连续16年啊，到即马依然无摕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为了环保哦，国外真侪业者推出玻璃干仔回收佮再利用的服务，嘛设计出一套循环再利用的系统哦。伫法国、日本拢真成功，美国、澳洲佮英国的连锁卖场嘛开始在使用咯。想要减少国家麻烦，国外一间环保业者循环推出退回容器的服务，互回收制作较轻松。Remember buying milk in glass bottles where it's delivered to your home and taken away and reused again and again. And the Loop system is very much like that, but on a larger scale with big well-known brands involved.
这种退回归零管的模式，正环保方便。循环就是用这种模式，将冰淇淋、洗头毛水、雪纹汽水这产品，装入阿鲁米啊、白铁啊或者是玻璃做的容器，只要付1点押金，提回去，退回进前输出一张 QR code 打起嚟，扫描了后便特别分类，直接放入回收箱，押金就会退还。I quite like the idea. I like that everything's generally in these reusable containers. I generally didn't quite get on with recycling before because it was a case you had to sort everything, or you can recycle this, or you can't, or you've got to like peel things off. 循环会将退回容器清洁消毒了后，送回合作厂商和中国利用。这套模式在法国、日本已经试验成功，佮扩大到美国、澳洲、英国连锁卖场。英国特一个都特别设循环商品专区。So the idea is, if customers just switch 3 products of their shopping basket to new products, we could save 2.5 million units of packaging a year. 为咗企业认同循环的理念，已经跟合作。雀巢、麦当劳、汉堡王拢开始或者是计划推出用重复使用的包装。循环指出，到明年第1季，全球会有191间店头甲餐厅加入。和这套模式会愈来愈普遍。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为特别互大家关心目前生活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囡仔哦，英国有艺术公司做一个3公尺半悬的大仙翁仔，叫做小阿莫。这翁仔7月份是对叙利亚出发，一路要行去希腊跟意大利，中途嘛停落来甲路边的民众互动，望大家做伙来关心难民的议题。这身查某囡仔型的大仙茶翁仔，悬有3公尺半，几落个人伫咧操作，动作真优，伫咧路下散步。这项表演艺术 The Work 是英国艺术公司好机会，甲几落个艺术团体合作，和这身茶翁仔行8000公里，互大家注意难民的问题。从叙利亚传统服装，后名叫做小阿姆的茶翁仔，到梵蒂冈甲教宗方济各做伙出现。就敢若一位9岁叙利亚查某囡仔，经过真侪城市伫咧找妈妈，就是真侪难民囡仔的代表。It's a walk, it's a journey by a 9-year-old Syrian refugee girl, all the way from the Syrian border to England. And everywhere she goes, she's being welcomed by artists, by mayors, by municipalities, by many, many people. 茶翁仔是3个人伫咧操作。一个人搭悬桥伫咧身躯内面，外口2个人用长杆操作手，也怪做到表情的变化。也有25位工作人员伫咧边仔随时斗3工。It's like playing an instrument inside, while balancing, while breathing, while watching, while responding, and it's always improvisation. 这边的长征自叙利亚边境出发，到上卡要行8000公里的旅程，沿路会经过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总共10个国家，按算11个要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